澳洲嘅大選。For looking after people and looking to the future. And if we win government, we can get Victoria and our country moving again. 禁止外國投資者買澳洲樓，仲要話打擊地王。Today, the government's announcing that we are going to ban foreign ownership of existing property in Australia. 經濟政治拉上房地產。Now, when we came to office, inflation and interest rates were rising. Now both are falling. 仲有大家等咗好耐嘅澳洲儲備銀行，終於減息啦。It's time to reduce a little bit of that restrictiveness, but we cannot declare victory on inflation just yet. 咁到底呢啲政策會點樣影響到個市場？政府另一招就係放寬呢個貸款規則，咁樣搞一搞，令到個市場咧非常之波動。咁仲有可能有3批唔同嘅買家會準備隨時入貨，令到個市場變得快到都唔識點樣走啊！咁今集咧就同大家拆解清楚，記住睇到最尾啊！嗱，開始之前咧，記住 click 翻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呢個頻道啊 ！Thank you。嗱，話說澳洲政府早一排咧就宣布咗，由2024年4月1號開始，外國嘅投資者咧完全唔可以買二手樓，即係話連買磚頭收租啊都唔得啊！呢條路直接封晒。咁但係唔準買舊磚頭啫，就唔等於冇得買新噶嘛。咁新磚頭仍然可以買嘅。咁即係話可以買新建設嘅住宅，例如樓花或者係新樓，即係冇住過人嘅樓。咁呢個政策咧係玩足2年，去到2027年3月31號咧先會完嘅。咁政府咧佢哋就話研究係咪會永久禁購呢啲咁嘅物業。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選舉咧都就嚟到啦，咁所以政府咧咩都講得出口嘅。嗱，咁其實呢單嘢會唔會關你事呢？咁影響對象呢，就係其實包括係外國嘅投資者啦、臨時嘅居民啦、國際學生啦，同埋短期簽證嘅人士嘅。咁如果佢哋想去買澳洲二手樓嘅話呢，咁 sorry 啦，咁呢支歌仔呢就冇得唱嘅。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呢諗住都係買新樓啦，咁其實影響都唔係好大。咁甚至有可能更多新樓供應出嚟，咁真正影響澳洲樓價嘅其實都仲係利息啦、供應問題、人口增長，唔係外國嘅買家嘅。不過唔使驚，以下人士仍然都可以買二手樓嘅，咁包括澳洲永久居民啦、紐西蘭嘅公民，又或者如果你同配偶聯名，佢哋係澳洲公民、居民，又或者係紐西蘭公民嘅話，咁就可以啦。咁即係話，如果你唔係 PR， 又唔係紐西蘭人，又或者係冇澳洲配偶嘅話呢，咁2025年4月1號開始之後嗰2年呢，二手樓呢就同你冇緣講拜拜啦。嗱，呢個政策呢其實係針對住宅嘅，咁其實商業呢嘅物業有冇影響呢？咁放心，如果海外嘅投資者呢，你中意係買寫字樓、工業或者商鋪嘅物業呢，冇問題。呢個禁令呢，只係針對住宅嘅啫。咁商業嘅物業呢，仍然都係開放嘅。咁其實點解政府要推出呢啲嘅禁令？咁樓價會唔會跌價？咁大家都知道樓價都貴到飛起，悉尼嘅樓價20年啊都升咗70%。咁依家中位數啊都差唔多去到120萬嘅澳元啦。咁對年輕人嚟講，買樓呢，有時基本都係一個發夢嘅情況。政治嘅手段多過實際嘅效果，咁政府拎呢班外國買家嚟開刀，咁其實都係想俾選民覺得佢哋有做嘢嘅啫。咁但係我就覺得政府嘅政策咧，就其實對樓價影響咧都微乎其微。咁反而政府應該咧就教下啲供應嘅問題，例如減少繁複嘅審批，加快起樓嘅速度。咁
有數據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其實影響會唔會好大呢？咁譬如2023年外國嘅買家咧買住宅嘅物業咧總值50億嘅澳元，咁但係其實2/3啊都係買新樓嘅，咁真正買二手樓嘅外國人咧其實都唔係咁多嘅。咁而墨爾本嘅樓價咧就已經跌緊，悉尼樓價過去4個月咧都跌咗啲，咁仲話要禁買，咁其實都係趁機攞選票嘅啫。咁呢個禁令其實睇落去咧好似有啲影響，但實際上咧就唔係咁大嘅，因為大部分外資嘅買家已經係有移民計劃嘅人，咁佢哋最終都會變成澳洲人，咁就冇話外國人買樓嘅問題啦。咁另一邊廂，公共事務所研究所就指出，澳洲每日淨流入嘅超過1000名嘅新移民，咁但係新屋嘅批出數量咧遠遠跟唔上人口嘅增長。咁樓價壓力其實唔係因為外資嘅買樓，而因為澳洲係唔夠樓啊。咁換句話講，其實政府重點係搞錯咗，唔係應該針對外資，而係應該處理人口嘅爆炸導致樓市供應量不足嘅問題。其實其中一個真正影響到樓價呢，就係減息。咁如果澳洲儲備銀行減息再多啲嘅話，澳洲本地買家呢就有機會重新出動，咁樓價呢就可能會反彈。咁等陣間呢，我再同大家分析一下依啲嘅情況。咁外國人炒樓都成咗選舉嘅熱話，咁其實呢一招呢都係典型政治嘅玩法，就好似其他國家咁樣揾個代罪羔羊，咁話佢呢班人呢就搞到個樓市非常貴，搞亂嗰個樓價，咁就可以吸到選票啦。咁本來呢招呢係反對黨嘅政策，咁但係而家工黨呢就攞咗嚟用，咁擺明呢就係一個選舉嘅政策嚟嘅。咁澳洲咧就會喺2025年5月之前咧就要大選，咁所以呢條政策咧就好明顯都係為咗攞選票嘅。針對外資當然容易攞本地人支持啦，咁但係實際上影響咧就唔係好大嘅，因為問題咧根本都係供應量唔夠啊，而唔係外國人搞貴個樓價。咁選舉嘅政治同埋真正嘅房屋政策呢，咁我都覺得大家心裏有數啦。咁除咗直接封殺外資買二手樓之外，政府咧更加推出咗另一項嘅措施，就係強力打擊地王啦。咁咩係地王？就係嗰啲外資發展商買咗塊地之後唔起樓、唔發展，只係放喺度等佢升值，咁然後再轉手賣出去賺一大筆錢。咁呢種玩法咧，令到嘅市場供應量咧就越嚟越少，咁搞到澳洲人啊買樓難過登天啊！咁政府咧最終就忍唔住，咁財長 Jim Chalmers 咧同內政部長 Claire O'Neil 都拍晒心口就話，外資買地咧係有規矩嘅，咁一定要喺合理嘅時間之內發展。咁但係依家唔得閒再講道理啦，咁要認真落手執法，咁即係話以後咧就唔想再見到呢啲人淨係一個收租式攞塊地等升值嘅情況。嗱，咁政府點樣打擊呢一班炒地王呢？佢哋直接開 budget 拎8.9億咧就俾 ATO 同埋財政部，咁由2025年起搞足4年咧就係炒地圍剿行動啊！咁專門咧捉嗰啲買地唔開發、死心塌地等升值賣出去嚟賺快錢嘅炒家啦。咁以後咧想炒地發達嘅話咧，政府就話冇咁易啦。但另一方面咧，有啲嘅行內人士都話，雖然外資買二手樓嘅比例唔高，咁但係禁令可能會間接影響到澳洲每年大概1萬間嘅新屋興建量嘅。咁因為某啲發展商咧，本來咧就係收購一啲舊樓拆卸之後咧，再起一啲新嘅住宅出嚟。咁而家如果買唔到舊樓發展嘅話，咁就有機會減少新樓嘅數量。咁其實依家外資都係支撐住大部分澳洲嘅建築業，咁如果冇咗呢一班外資嘅買家，澳洲又點可能繼續起更多嘅新樓呢？咁睇嚟呢啲嘅禁令咧，未必真係咁簡單，可能咧反而衍生咗一啲其他樓市嘅問題，即係新樓供應再唔會進一步下降，令買樓嘅更加難。咁嗱，第3個招數政府推出咧，就係幫助年輕人上車計劃。咁財政部長 Jim Chalmers 咧就話，如果有 HEX Help
學貸嘅人士，即係話有學生嘅貸款咧就唔使驚，可以借多啲錢買樓喎。即使 APRA 同政府已經提出咗放寬有 HEXHELP 債務人士申請房屋貸款嘅建議，但係實際生效時間咧就要等到今年嘅9月。咁即係話現時受影響嘅買家咧，仍然要再等一段嘅時間啦。嗱，咁呢個新玩法係點樣玩嘅呢？咁以往銀行咧計你借幾多錢嗰時，就會當你學生貸款係一個負債，咁影響你貸款嘅能力。咁依家政府出手放寬咗呢啲條件，咁令到有學貸嘅買家可以借得更多錢。咁計一計，咁其實有啲乜嘢影響呢？咁我睇一睇個圖表先啦。如果年薪係有125000嘅話咧，就可以借多95000蚊多啲。咁如果你年薪係有10萬左右咧，咁可以借多大概56000。如果你年薪係75000嘅話，就可以借多過26000蚊多啲嘅。咁即係話，本來上車困難嘅年輕人呢，而家咧多咗個機會借多少少錢可以買第一間屋啦。嗱，但其實呢，我就覺得呢個政策係咪真係可以幫助到年輕人上車呢？咁定係變相推高個樓價？以往學生貸款咧一扣，供樓能力咧就會縮水咗啦，咁令好多有穩定收入但係有學貸嘅年輕人嚟講咧，咁借唔到咁多，咁變相咧就輸咗起跑線。咁依家新政策嚟講，就等於鬆綁啦，咁令佢哋有資格買到更好嘅地區或者更大嘅物業嘅情況嘅。咁另一邊睇啦，咁其實呢個政策會唔會推高個樓價呢？咁其實有啲人都覺得一鬆綁呢啲嘅貸款條件咧，需求就會增加，樓價就會自然上升啦。咁其實根據 RBA 嘅研究，過去20年貸款條件一鬆綁之後呢，咁其實樓價基本上咧都會跟住上升嘅。咁特別都係嗰啲 first home buyer 嘅市場，大概50萬至到80萬、90萬嗰個嘅價錢就會最受到影響，因為好多人咧都有資格入市。競爭激烈嘅話，樓價就會有機會再升多5至10%。咁其實呢個政策會唔會幫助人呢？咁我就覺得未必幫助到所有嘅年輕人啦，特別係低收入但係學貸咧多嘅人士，因為放寬貸款條件未必咧就會即時負擔到一個供樓嘅情況。咁而且銀行批唔批都係由佢哋話事嘅，咁即使政府放寬啊，銀行咧都要保持一個審慎嘅情況，唔一定批足晒俾你嘅。咁理論上咧就可以借到，咁實際上咧都係要睇翻銀行借唔借到嘅。咁所以就覺得呢一個政策咧，其實對於高收入有學貸嘅年輕人嚟講咧係一個好事，可以借多啲買好啲。咁但係咧另一邊廂，對於低收入但係負擔比較重同埋有學貸嘅人士咧，就唔係咁大影響啦，因為銀行咧都未必批嗰個貸款俾佢哋嘅。咁而且我仲覺得最關鍵就係，如果突然之間咁多人入市，咁樓價一定會再升㗎，會唔會變咗另一個飲頭啖湯嘅遊戲呢？好啦，我哋而家就講下 RBA 就終於減息啦。嗱，咁呢個消息咧真係俾咗市場一支強心針啊！喺2月18號嗰時咧，澳洲聯儲 RBA 咧就終於出手啦，咁啊將利率減少咗0.25%，咁由4.35咧就跌到4.1% 啦。嗱，咁呢個動作一出，市場咧就即時有反應，我就覺得有3班嘅買家咧就會瞓唔着，佢哋咧就立即開始睇樓大行動嘅。咁我就同大家分析入邊3班嘅人士啦。嗱，第一班咧就係有準備嘅投資者，咁歷史可能有教訓佢哋，減息就等於樓價上升，咁仲等咩呢？咁每次 RBA 減息，樓價都會跟住上升嘅。咁好似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澳洲樓價就因為減息而大幅反彈。咁而2020年疫情減息之後，樓價都升爆咗。咁今次會唔會再一次咁樣嚟了呢？咁呢啲嘅投資者可能已經未雨綢繆，已經有晒彈藥啦，咁開始入貨。咁佢就覺得可能慢一步咧就趕唔上。咁第二班人士咧就係 FOMO 嘅人士啦，買樓潮咧就我覺得一觸即發啦，因為好多人咧就好似有嗰啲錯失恐懼症啊，咁即係咧一減息代表每個月供樓壓力就細咗啦。咁換句話講，即使樓價唔變啊，你都可以供得起更貴嘅樓啊。
呢個時候咧最擔心嘅就係，喂，如果而家買嘅話，咁遲啲會唔會仲更加貴㗎？咁結果呢一班 FOMO 嘅人士咧，可能亦會令到買樓潮咧一觸即發嘅。嗱，咁而第三班會入貨嘅人士咧，就頭先我所講過啦，就係有學生貸款而有高人工嗰班人士啦。咁佢哋咧就根本而家可以借多啲錢，本應譬如佢哋可以借60萬嘅，因為學生貸款咧佢哋只可以借50萬，變咗咧就借少咗10萬蚊喎。咁但係而家嗰個 HEX-Help 等於咧即刻可以加翻10萬嚟借貸，可以借多啲錢，咁供樓門檻就低咗，咁首次置業咧嚟講咧就可以鬆一口氣，咁佢哋就可以置業啦。嗱，喺度再提提大家啦，咁呢個改變咧雖然咧就要等到今年9月先實施，但係消息一出之後，已經咧就令市場預計有更多 HEX-Help 債務嘅買家之後會更加快入市，咁增加需求，咁可能推高樓價競爭。咁對於想買樓但受到 HEX-Help 影響嘅人嚟講，呢段時間咧就要坐定定，等個政策落實，做好事前嘅功夫。一旦時機到嘅話，就可以即刻入市啦。嗱，分析完以上嘅要點，咁雖然買家開始湧入市場，但係問題就係供應仲未跟得上。咁之前高息口嗰時候，發展商全部縮沙，業主好多都唔敢放出嚟賣佢哋手頭上嘅樓。咁市場有時候靜到都有回音。但係依家減息咗之後，買家信心大部分都翻晒嚟，FOMO 嗰批帶動咗樓市嘅回暖，但係房屋量仍然有限，供應量少，需求大，樓價好大機會繼續上升。再加上放寬咗嘅貸款要求，未來嘅樓盤供應量或者有改善。咁但係短期內市場仍然偏向緊張，咁等於樓價會有更多嘅上升空間。咁你又點睇呢？你會繼續喺度觀望啊，定係趁機入市呢？好啦，今集咧我就分享到咁多。咁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咧，記住俾個 like， 訂閱我個頻道，留言同埋 share 俾你個朋友睇啊！我哋下一集見啦，拜拜。